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哦，老师来啊，拢无人通报，害我搁去互老师骂。我有讲哦，讲日子长长啦。毋过我真正有讲呢。你有讲？啊，你是真嘛哦？先生，恁这健身中心敢有迄种毋免运动、毋免控制饮食，无我规工腰到要死死昏昏去啊！上好会使足紧的燃烧脂肪的迄款方法啦，是有啦。无我直接安排你火化，安尼你感觉安怎？我甲你讲，人若想出名，佮真正是悲哀呢。你敢知？对拢无法动，看出去做一个粪扫，拢爱许人起起厝厝，讲像安尼就出来。啊，恁厝无活落哦。我是讲别人啦，歹势，我毋捌倒过粪扫，我家己就是粪扫啊，搁爱去倒粪扫。啊，粪扫车若来，我毋得家己跳入去。再见，妈妈，我要来跳。若想起故乡，目屎就流落来。妈妈保重，妈妈请你保重，免怪伊，请你放心，我的阿母。影片到这结束，恁若喜欢这出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。留伫 camper，每日暗时来点准时发布影片，刷。